個人瞓覺嘅時候，佢個上呼吸道嘅柔軟組織有過分鬆弛嘅話，就會阻塞住個氣道。而當佢呼吸嘅時候，氣流經過咗呢啲窄咗嘅氣道，就會令到呢啲柔軟組織發生顫動，就會發出我哋所謂鼻鼾聲啦。其實打鼻鼾同睡眠窒息症係有好密切嘅關係。當我哋瞓覺嘅時候，氣道阻塞越嚟越嚴重嘅時候，到咗某一個極限，我哋嘅呼吸就會完全暫停，亦即係出現咗嘅阻塞性睡眠窒息症。不過由於好多病人呢，佢本身係一個人住，佢冇室友或者同床嘅人，所以就算佢自己打鼻鼾，佢都唔知道㗎噃。呢位朋友可能夜晚會出現咗好多嘅夜尿，甚至失眠。咁日頭呢，佢可能就會覺得好攰，亦即係廣東話嘅瞓極都唔夠，甚至可能情緒會比較低落。肥胖係一個好重要嘅原因。另一種咧就係中國人咧，雖然咧係冇我咁肥，但係都比較容易咧有睡眠窒息症。呢個好可能同我哋個所謂面顱限制有關係。第三種咧就係一啲內科病，尤其一啲內分泌失調，譬如話甲狀腺分泌過少啦、巨人症等等。喺近幾年，我哋發覺好多人咧係用多咗呢啲嘅安眠藥啊、鎮靜劑或者酒精類呢啲嘅藥物咧，都會令到我哋上呼吸道嘅柔軟組織係更加鬆弛。咁呢幾組嘅人咧，都係屬於高風險、高危嘅人士。最直接係因為疲勞駕駛引起更多嘅交通意外。好多嘅研究發覺，原來呢啲患有睡眠窒息症嘅司機，佢哋駕駛嘅表現咧近乎醉駕或者嚴重嘅睡眠不足。而有好多嘅研究發覺，呢啲患有睡眠窒息症嘅司機咧，佢哋會比其他嘅司機咧多2.5倍牽涉喺呢啲嘅交通意外。除咗疲勞駕駛引起交通意外之外，其實咧心血管疾病咧同睡眠窒息症都好大嘅關係。其實個病理係由於當我哋睡眠窒息嘅時候，可能會引發咗間歇性嘅缺氧，而呢個會令到我哋嘅交感神經活動加強，最後就會令到我哋嘅血壓啦、脈搏飆升，甚至出現心律不正。而我哋好多研究發覺咧，血壓高咧同睡眠窒息症嘅嚴重程度成正比，亦即係話當睡眠窒息症越嚴重，佢血壓越高。有啲病人佢日間咧並冇血壓高喎，但係當佢瞓覺嘅時候出現咗睡眠窒息症，佢呢個血壓就會大幅飆升。第二個心血管疾病就係心房顫動。當睡眠窒息症越嚴重，會出現心房顫動嘅機會就越大。心房顫動有可能引發呢個缺血性嘅中風。喺現代醫學，我哋處理心房顫動可能會透過一啲藥物或者手術咧，係減少佢嘅復發。咁但係如果我哋冇同時處理呢個睡眠窒息症，佢呢個復發機會就會比較大啦。第三個就係冠心病。嚴重嘅睡眠窒息症咧，會令呢個病人咧係更加容易有冠心病，而且令到個病情更加嚴重。另一方面就係中風啦。原來我哋發覺嚴重嘅睡眠窒息嘅病人咧，比其他病人係多2倍風險咧出現缺血性嘅中風。我哋相信係由於呢班病人咧，佢腦裏邊嘅細血管出現病變而引起嘅。其實喺中風嘅病人，我哋發覺咧，佢出現咗阻塞性睡眠窒息及中樞性睡眠窒息症機會都比較多。除咗疲勞駕駛同埋心血管疾病之外，其實睡眠窒息症仲會引起其他好重要但係不為人知嘅健康風險。原來睡眠窒息症嘅病人咧，係更加比其他病人容易患上糖尿病。另外記憶啦，喺睡眠窒息症嘅朋友會出現睡眠碎片化啦、缺氧啦，呢個都會令到影響到佢哋嘅注意力同埋記憶力。原來患上睡眠窒息症咧，佢會患上認知障礙嘅機會咧係更加大。從亞洲嘅研究，你發覺係會多50%。而另一方面，如果個睡眠窒息嘅病人要進行全身嘅麻醉嘅手術，其實佢會出現咗呼吸系統、心血管疾病嘅風險都會更高。咁好多中年嘅朋友都會有夜尿。原來我哋發覺嚴重嘅睡眠窒息症嘅朋友咧，佢會出現更多嘅夜尿。有啲時候咧，我哋同樣咧係會接受到呢個眼科醫生嘅轉介。原來咧，睡眠窒息症同青光眼有好密切關係。從一個英國好大型嘅研究，係一個8年隨訪跟進咗50萬嘅病人，如果發覺呢班病人如果佢患上睡眠窒息症，佢會比其他病人多50%咧患上青光眼。最後關於失眠，原來研究發現咧，有1/3睡眠窒息嘅症病人亦同樣有失眠。但當個病人同時患上失眠同埋睡眠窒息症嘅話，佢會有嘅心血管疾病同埋代謝疾病咧會更加高，而且
慢性痛症啊、致殘嘅機會都比較多。